没了330钱呢，谢谢原来查度，每年查度，就原来查度，就每年查度，但虽然330元的没得了，真消息去的，330钱的没得了，人当就要的，是吧？他今天一般印度上呢，俺是算白人得了，没330个我记得，没觉得呀我去带个银线，我呢他呢，不然的说是他，我西边有点个几了年之前呢，绕他的就差不多个，没得3个月，没得我呢他那个超过6钱大钱呢，上面掉了等个的，当年不地苦过的，是吧？现在中国不是到这边呢，下个说是3个拿了的，他说的这个比如他过了去买呢，7了个呢，中国也不3个，没查到几老是嘛到下个他考的，是吧？